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真侪人无法度忍受无变巧的生活，头壳内有无限、无斗无梢的想象力，煞阁无法度发挥伊的天分。咱广告 start 公司就是要找这款人才。什么？恁好奇这是什么公司？广告 start 的成立。就是为着造福社会，咱特别协助全台各地的乡镇产业、地方创新、甲员工推广，为大家进行广告行销，让世界看见台湾。我呢已经安排了众多才，也就是我的手下去靠来自世界各地的广告奇才，做伙生出上有创意的广告。我特别安排一寡考验，看大家是毋是有广告上基本的观察能力，是毋是真正适合加入这个小公的广告世界。招募搞啊，直接 start， 公狗 start。边境广场应该就是这边吧？敢若我一个人，其他的人呢？无可能敢若我一个人吧？再个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9个人加我一个10个人，应该差不多啦。10个人一个广告公司应该是差不多的规模。嗨。你好，你好，好，你好，王，你好，你嘛是要来参加咱公司的？我咱共公司吗？应该共公司吧？不过即摆敢若我一个人尔。要紧，咱即摆2个人。我拄则差不多算一下，遮有9罐的水9罐的水，加我1罐，应该有10个人。10个人。因为我即摆敢若咱2个人。你拢是爱尬聊，才会当尬袂安尼啊，系啊。我想讲，无后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时阵才会来？当哎，是我当哎，又不见了。熟悉啊！谢谁？帮做帮落的啦。嘿啊，搁有嘿啊，辩论会啊，对对无？全明星辩论会，唔知跟我像吼？才有水会当。哦，好，遮客气安尼。哇，这大粒哦！你好，巴蒂。嘿，是恁哦？哎呦，这拄好呢！你拢有熟悉？有啊有啦。我一摆开始看到因三个，我惊到啊，因为这组合足奇怪的。因为我甲东仔有工课过啊，甲其他人我都无熟悉。视网膜我是完全无看过。
唔知是这吗？对啊，还有偌济人啦，唔知。惊死人有影。该不会拢是查甫安尼？我就是一枝花。而且蜜条表，哎，咱对啊。可以礼貌一下吗？我刚刚梗没人接。你讲啥？一枝花哦，哦，一枝花，你是一直开钱嘛？口口开嘛？对，你开，把钱拢开了了。收过分啊，收过分啊。哎，踢球诶，两个哎呦，哎呦，雨伞，一佩，哎，终身拄到你啊！哇，终身拄到啦！我们是抱歉，哎呦，是这边哦，是这边。我拢有摕到这条哦。有啊，啊，你在跟有人无？因为有6罐水呢。六罐，一个人3罐，一个人3罐。够啦，这啥啦？你要创啥？你要创啥啦？哎，看无咯。要创要小怕你？干嘛？干嘛？啦？下面腿。我来听，你好，恭喜发财哦！生气快乐！我刚刚淡薄紧张呢。得奖的是所以就广告是大头。差不多6个人。这是啥？这是看起来是一张票好， bus ticket。 ，bus ticket。啊，你翻译一下。你看有几张？巴士的票。公车票。公车票。公车啦。今天公车票，啊，今天公车。啥货？啊，公车票有几张？地图啦。这边送爱吹。爱吹啥？保障干嘛的地图？小等咧，伊的车拢是无共的，有2台哦。你看，有两个图案。所以要去无共所在。所以是3个人做伙，是不是安尼3个嘛， ？3个。分2组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数字。对，应该是3种无共款的车。 52送13。伊的是讲我爱你，一生一世。啊，搁有一个我就北七。哎，你这种单位安尼暗地里骂人。对，我就北七。偷就北七。偷讲错。系啊。所以应该是咱爱分组。内底刚刚有做。无做啊，我看过啊。所以应该。我先看一个。我看一个，应该是3个安尼吧。我知啊啦，啊，阮就先去公车站就好啊吗？先走去公车站，啊，遐有车会当来甲咱接。有票就是去公车站啊。内底刚刚有做啊？无做啊，我看过啊。所以讲，阮即马伫咧车上会使看地图，先直走。我看无呢。我嘛看无。下楼梯。楼梯啊！刚刚我袂晓看。等一下，我们找这个。不是啦，哎，阮就北七的呢，伊这有新的在搞不起啊。我就北七。你就北七。你就北七。头前嘛有一个楼梯啊。哦，爱滑的啊，爱滑的看啊。哦，啊，而且楼梯才有楼梯，安尼真好你，真好你啦。18大系呢？你就是阮的 Google Map 啊。对啦。好，行。地图，阮的地图。阮的地图，行。就会行。这我来睇。因为伊是视网膜啦，较够看物件。无怪，目睭灵袂歹。口的手冲咖啡，无加奶精，无加热水，无加代糖，香满满，总纯加水加。 4级的都有。这个哦，这是刚走另外的外套。哦，Attic 阁楼，伫 Attic 后壁。咱搞啊，你哦。后壁。哦，咖啡厅。你好，好香哦。会使啉咖啡吗？
哦，你好，你好，打招呼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咱即摆就直行，这时选一直直行，行到紧绷的时阵才有完。紧绷，因为咱即摆要去坐车嘛。对。好，这是便所，搁继续。很爽。迄虚线继续行。车站足远的哦。搁继续。为倒行啊？啊，不，应该是直行。直行，保障员直路。我是知影拄则我来的时阵有一个楼梯。直行。哦，遐较水啦，遐较水啦。遐较水。哦，有车，公车伫遐。紧嘞，咱的 bus 来啊！啊，公车到有啦，广告start啦。哦，咱的车。哎呦！好，来。严禁不交谈。袂使讲话。袂使无讲话。讲台语。爱讲伊是讲袂使无讲话。一定爱讲话，一定爱讲话。唔免录卡。嘿，啊，免滴安全帽啊，免紧张。唔免录卡。嘿。嘛唔免滴安全帽。 MC 有啥好你的 MC 啊。 MC 在倒诶。有两个 MC， 你是 MC， 啊伊是 MC， 同款的 MC。那各位这友善列车是什么意思？是面顶有还是无？无。轻松，无放松，卖轻松卖放松，卖伤伤，卖困去，嘿，卖困去，嘿，就是爱爽。公狗 start 印制，后来主车。 上车。哦，咱六个坐遐大只呢。哇，总统级的待遇哦。足大台的，拢是阮的嘛。对啊。做熟悉的呢。啊，我坐后边。刚卡拉 OK。真的呢。哎呦喂啊！我坐遮。查某坐做伙。阮坐遮啦，无。哎，咱六个人坐遮大只，是要去种香的哦。来啦，是我。哎呦喂啊！好啦。 Shiny Boy 对。啊，你坐遮。安尼哦。安尼。较好翕。哎呦喂啊！你的水要放遮倒。哎，足袂惯势的呢。足好无坐你款。对啊，敢若要来种香哦，要来参拜咱的观音卡拉 OK 传好啊。卡拉 OK 来点一条迄个玻璃较贵哇。玻璃较贵哇。 今日楼主单势楼主吼，跋杯跋咧30个新杯吼， 30单势是楼主要带咱去佚佗吼。啊，请问这楼主要带阮去倒咧？我唔知要，唔知要去倒咧。楼主要上宣传，咱去拍一下广告，要开始接业配啊，要开始广告啊。车了就开始叮当啊。对。司机嘛，我甲我讲要去倒位。对。我有一种我们刚刚羊入虎口的感觉哦。羊入虎口。干讲是。你讲台语哦。这足歹翻的。 羊力好食去，羊力好烤，羊力好烤。哎呦，爱上坡了。哦，上坡咧，摄影师。这车架。来。这司机技术袂歹哦。看起来这帮应征者，大家拢拿规正搁到为止啦，是有淡薄仔广告人的班啦。但是我安排观察考验，其实早就开始啊。 唔知影因有发现无？所以阮来是一个 team， 阮一个 team 吧，应该是吧？哎，若是阮六个，是一个。阮五个就菜，你有王要互伊讲。因为伊拢用唱的啦。你会使唱一条歌，伊拢用唱。唱。 无啦，你有王爱 freestyle 啦。加减啦。加减一只公车，啊是要去搭，你莫甲阮讲。你嘛要去拍广告，广告 start 要去倒，扶不起的阿斗。第8个姐姐一个哥哥，在这边比把唱歌。要唱台语，但是无够练凳，唔知影要讲啥路。 安尼你后拢用唱的，可能是要用唱的哦。对啊，
用唱的真够。你有的声足特别的。你讲台语足好听耶！因为其实你有台语歌唱了足好的。对啊。你几条台语歌曲？一条。对啊，这条了。我感觉足好耍啊，但是我正经拢较唔敢，惊讲唔知影要讲啥，也是安那。但是最近较有体会到讲这好耍的所在，嘛是甲一寡 rapper 朋友搁有咧耍安尼。哎，马上到了耶！对，在那边搞啊。对啊，象山边啊了，象山边啊了，我真正要爬山哦。要爬山，唔通吧？云顶。哎，爬到云顶。来，高，这边啊。哎呦，不会爬山啦。啊，无要爬山啦，还好。对这边爬起。慢，唔通。应该是上山下来。我们去公狗公司。哦，要公狗公司啦。金色的人。金人。哎呦，18档人行去上。足恐怖的呢！啊！卖路车危险！猛锁的，还是会撞起来。走。好啦，认命啦！足恐怖的，伊会甲我拍袂啦？终于发财哦！哦，你那会身材足好的，足悬的呢。你有180公分哦。卖甲你啊！嘿啊！所以，阮就对18档人吗？你敢会讲话哈？啊，你要甲伊讲话无？甲伊讲话去。你甲伊点。哎，18档人先生，你要带阮去倒啦？先生，有食吗？伊无麦。先生讲话一个吧。对啊。几台哦？伊咧笑，伊有笑。高级了。啊，食啦。继续讲伊袂你家有写广告 start 了。好。关了吗？是啦，伊是啦。咋个啦？2楼呢？这个有海报。We want you。这边，哎呦喂啊！足恐怖的呢。拄只迄18档人，即马变这。换衫换足紧的，金色换黑色的。有打歌啦，哎，你差不多啦，小拍了啦。中迄看不恐怖。拍摄，什么事？哎，你好，食饱未？有只嘛什么？我今日拢刚袂讲话哦。你好，咱即马是。到底有公布是一人你请坐啊？对啊，哪坐？凊彩坐哦。哦。你的声就有磁性的呢。哈？讲啊？他收。就声听起来。你好。欢迎您来到公布 Star 的公司，我是 POS 的最佳 ，A.K.A. 董仔。董仔，不是董仔啦吼。是董仔啦，是董仔。你讲，你礼拜行头路，唔是最简单的代志，先出几条题目给你试看卖。题目要试看卖，题目。看你敢有讲过现实。有没有现实？太现实啦！文青一来，30秒。太急啊，现实。就很实嘞。什么？来，我说话多了啊，卖点小文。我嘛就要啊，12点半。第一条，保障员招募所顶款一款瓶装水，有比一个手势。请问是什么手势？我啉2罐。我唔知啊，瓶装水吗？瓶装水，一管。我知，刚刚是这个吗？哎，对，Rock and Roll。哦，是这个。袂歹哦。看18克啊。第二条，
去坐车之前，有拄着一个摊贩无？哦，咖啡。大声讲有讲着手冲咖啡无加啥物？手冲咖啡无加糖，应该是无加糖哦。无加糖。无加牛奶。无加冰，无加冰。无加冰，我完全无印象。无加多，无听到，我无听到。无白咖啡，你当时啊讲在讲什么？这应该迄麦克风底下应该收音无法度啦。应该对啊，啊结果伊现我要听耶。我感觉做节目的逻辑，伊边仔有迄喇叭哦，还收大声，应该搁往前吧。哦，会收，对不？收音的问题。哦，对不？哎，这样有节目的逻辑。聪明哦。我会记是无糖啊。讲过答案。无糖吗？无，伊要。你要做啥？各位手冲咖啡，无加奶精，无加热水，无加代糖，香波外总无加糖。听无啊。无啦，你真正有。我甲你讲，你无加热水，无加代糖。蛋挞。代糖面乳奶精。我想讲蛋挞。无，这你这种单位还收户啊？想有诶无设备无好，对啊，听无清楚你。再开机。嘿啊。怎样就好。我面馆老板。袂使，不及格。第3条，上车了后，车顶的电视无咧播放广告，但是广告甲广告中有出现3个经典 IP， 卡通 IP。卡通人物。小熊维尼。对，我有看到黑白色小熊维尼最出版的，因为我很喜欢小熊维尼。哦。最初版你嘛知？对，小熊维尼。 60几年的小熊维尼。对不？小熊维尼有对不？哇，厉害呢！你哪只改？改就厉害呢。哈？他讲有吗？有3只。三只。有一只。敢有小叮当？无。哆啦 A 梦。无。Hello Kitty。樱桃小丸子。无。七龙珠。航海王。我今晚是咧好朋友。对啊。无看。无看到，大家拢在开讲，搁叫阮讲嘿讲嘿。公布答案。提示呢？无。广播答案。啊，对了，我有看到那个老鼠啊，小鹿斑比啊。哎，我有看到这小熊维尼。健康。啊，你嘛2分。我拢无印象。小鹿斑比。完全拢无咧看，计是讲有卡拉 OK。对啊，我拢无咧看。安尼无法度什么广告？哇，观察力，我们的观察力。第4条，第4条，拄食起来电梯顶悬，内底海报有一只狗，请问迄只狗穿的衫有几种色？红色吧。蓝，我记得蓝色。红色。哪色？哪色甲白色？白色吧，啥色啦？有红色甲哪色啦？红色哪色？我记得蓝色。公布答案。蓝色。哪色？白色。哦，是，记得。红色哪色？都对了，3个色都对了。是。感谢你。这题目拢就来了。对啊，拢做细。都是观察哎。啊，你手你真正爱看医生，要不然他是哎，你们听到哎？不是我爸。干嘛了？莫安尼啦。是嘞啦。代志好啊讲。走。任务结束啊！哦好。我代志啊。他们会不会其实很帅啊？对。我好想看哦！一出来工作就是单身嘛。台语要讲台语哦。哎，出来就是单心嘛。对啦。无结婚。啊，你走了后，咱是要唱歌。还是这个有线索？我是广告 start 的幕后头家总经林博士，拄则的表现我拢有拍分数，确实阁有需要加强的所在，但是不要紧，我有安排恁去一间广告公司来实习，车已经伫楼骹，爱记哩，若是恁小可拉擦，我是会使甲恁踢出去的哦，加油！
咱就要去实习，对，要去广告公司实习。啊，后壁迄句是啥？伊讲袂使拉插，无就甲你踢出去。是吗？对啊，做唔好你就甲你靠拜拜。所以我们淘汰赛哦，又要淘汰了。今仔日这集录了以后，可能有人一个人会走。春节人去，春五个。春节人去。遐7点。我算是短暂记忆还不错的，不是用药的，不是，我有记哩，有会记哩。我只是想，哦，今麦是要去坐公车，就安尼。这沿路我唔知拢有关卡，所以我一坐落来迄个办公室的时阵，你问我的全部的问题，我拢唔知。想讲应该面试安尼应该有够啊啦，啊结果搁有后一关遐济，感觉淡薄仔忝。拄则的考验，拢是为着要试验大家观察能力。毕竟电影调查是做广告上基本的工课，要安怎发现客户的特色，然后将伊放大，是咱的责任。看起来恁真正爱搁较拍拼一下，啊为着要试验恁其他的能力，搁有真侪挑战在等恁哦。我要去倒。伊讲后一个所在要实习，对啊，要实习，啊讲较认真的，无去用 fire 掉。哦，但是所以拄则只是咧甲阮测试啊，测试阮的观察力啊。但是我感觉最好笑的时阵，阮伫咧迄本就是咧行路的时阵嘛，啊我搁甲恁讲迄哪里有输大声，去拍我感觉最好笑。啊结果迄拢重点。结果迄重点。对啊。迄边仔就菜，现场收音敢袂使啦，迄现场收音家。我感觉迄，嘿，我感觉迄段最好笑的。start。啊？来宾啊，来宾啊！真正变面试啊！大家好，你好，啊，我终于没有戴面具了，面具，真正的人啊！加喜酱豆饼，酱饼你好，大家你好，大家好，要哪称呼？昌哥，昌哥，冲的，阿兄，我是执行长，执行长，阿冲哎，拍谁，欢迎大家来，然后大家参观，来，请这边走。谢谢陶哥。哇，就懂哈。大西游。我听 boss 说啊，早上你们已经通过一个考验，田野调查，对不？现在欢迎来到这个专业的我们广告公司，下一步对吧？就是创意发想。首先介绍我们的关主阿南，阿南你好，请介绍。OK。然后咱今仔日要来进行的，就是伫广告公司内面上重要的头一件代志，就是一个画面。咱来看咱这个题目叫做大话西游。哦，顾名思义，咱这个画好的一个画面，伊会讲话。哦，对无？咱像咱艺人共款，袂晓画图。爱讲故事。会画好咱。画好咱。所以，咱即马进行进程，咱爱来一个 brainstorming， 吼，咱等下爱分组来 brainstorming 一个，就是脑力激荡。brainstorming 啊 ，brainstorming， 脑力激荡。所以咱就是尽量咧想的时阵想较开咧，吼，想较快咧。咱会使对外太空想较新鲜讲。来珠江，咱你阿西哟，还是俄亥哟？然后咱嘛会使对老梗哦。阳明山先咧，阳明山想较科目三。科目三来啥？好，啊，咱来看咱即马要创啥物？来看一下。哇！我们现在这一关就是要来 cos 这个事件名画，透过商品把咱想要讲的 idea 甲讲出来。哦，咱这个品牌叫做洗洁灵哦，引领新一代洗衣风尚，鲜艳你的人生。好。所以我们用一个鲜艳来表达我们想要讲的话。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些事件名画，我们要来想一下，我们要 slogan， 先卖什么？好，咱等下有一个商品，等下就知影。我无设计，恁家己想。一关《大话西游》就是要考验
大家创意的美术排版甲文案能力，两人一组，利用指定的商品甲现有的道具，发挥恁的创意，进行世界名画 cosplay。来分组，巴蒂、雨山，同一组。利奥王、狮王魔、红仔加吴一佩。哇！你们要自己选一个题目，啊，要怎么选？你们盲选好啦，盲选。我都杨健啊，杨健啊，啊赢先进啊。好，那你好，我来加多久好做。哦，咱先选，你要选多少？你选。我选豆饼这个。加多久头补？啊，阮呢？中 C 位，我们是 C 位。你这个。哇！呐喊 ，OK， 这你知影吗？我知 Lisa，蒙娜丽莎，蒙娜丽莎，珍珠少女，珍珠耳环的少女。啊，然后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商品，就是巧克力，巧克力豆。所以我们想一下，在这幅画里面，我们要 cos 出来，而且我们可以透过一些 idea 的提示 twist 之类的，让一句话去让这个画面表现出你想要传达的巧克力的特色是什么。小想看麦，所以我们家己翕起来是无？嘿，恁爱去找遐个道具，那我去。家己来 cos，家己变做这个呐喊。开始了吗？抓落来，等下。有时间啊？准备好啊，几分钟？来，30分钟。来30分钟。 30分钟，敢袂伤久？人事，爱个想哦，爱想哦，无阮即马想有创意啊，这最重要，30分钟。 30分钟。start。好 start。这个先拿，这个先拿。那是这个身体，啊，还有这个较好啊，这个较好。好。 对，这是头发。手，伊的手本来是安尼。摕落哦，对，铁白巧克力。该吃的，然后表情不一样。吃巧克力，有啥物感觉？就爽，就欢喜。欢喜。那是有啊，无可能。这个是焦虑安尼。啊，是有可能家己的面变做笑面。就好吃。对哦，呐喊变成正面。最懂。 这是变阿拉伯啦！我真感觉咱两个在做的代志，跟伊拢无共。对啊，应该是用来想说，我们只是在模仿而已。这应该会听哦。我请话。我看恁画面，敢若一定有想法啦。我较简单看。咱有讨论讲，咱即马想要表达什么？ 咱咧想讲是要用喙齿来做伊的一个形象。你也是想要这个画面，这个画面有一个 twist，有一个转折。比如讲摆巧克力，好食甲会安怎？啊，这幅画面会使个小想。好。然后手，有点那个广告手，广告手。对，广告手。哇，这看起来蛮不错的哎。 所以现在是要用酷的方式表现这个好吃吗？金马杯有就是直接变身白公主的感觉。哦，不是完全 cos， 对，它是有含义的。颜色一起全部。嗨，你们进行来顺利吗？顺。阮就是要甲我变做安尼。阮等于讲用这个画面啊，甲我人起去。啊，伊原本是尖叫，我发现就欢喜。呐喊起来很焦虑。对。我觉得是 OK， 讲好。1、2、3。好，一佩先不要动，东仔你帮他把那个产品手不要去盖到产品的名字啊。哎，好。1、2、3。动袂掉安尼，哎呀，莫。 来，大家注意一下，时间剩15分钟。哪有可能？真正，时间剩15分钟。哪有可能？题目哪会遮难啊？30分钟。30分钟。30分钟，敢袂伤久？所以还袂受文案的，大家朋友还袂受文案的，爱先甲写落来，
吼，甲我讲咱来先甲写落来，加上几个，有啥物问题咱会使来讨论。我看一下哦，这是要安怎去背？用袂起哩。虾米被拍上？好吃到病鬼。病鬼。安尼？没有。哦，真正是一个广告呢。我们已经结束了。对啊，好。对安尼。赞。成品。成品。怎么办？剩一句。你的浓情巧克力。好了，这样比较好。哦，好。好，好搞啊！时间时间到啊！停了。好，大家我们3组广告实习生们，请进，请站到你们的作品旁边。哇，来去哦！哇，完成。时间有限。请问谁对自己的作品最有信心的？哦，我就先来，来数到3，1、2、3，举手。拢有啦，我拢就有信心，都有信心啦。第1、第2、第3，先第一个，来，阮体验无好，你看卖对。来，其实这个名画哦，我有查过，叫做呐喊啊。但是因为一开始大家唔知影这个图的人看到惊到，所以我想要用巧克力甲颠覆，呐喊变作微笑，我甲并过来。重点是反差厉害。啊，还有第2点，翻转。咱的物件是白巧克力嘛，白巧克力，我们要做一个谐音的梗，白巧克力，才有一个桥。把 bridge 变成桥。OK， 白巧克力，啊，还有这个白桥，谐音好食到加并轨，好食甲并轨。并是巧克力豆啊。巧克力豆。哦，English， 好吃到不行安尼啦。对。关注奖评。好，来，其实我感觉足侪巧思伫了，我感觉这是好的代志，而且有分厝床关系，我感觉这最重要的就是你甲巧思甲这个巧克力融入到背景内面，啊，规个构图一眼就会使看到这个巧克力，我感觉这是足加分的。干那一个小小的缺点吼，好食甲并过，这个字也是用白色的，我感觉白色哦，小看袂到，我感觉袂歹。辛苦，谢谢，哎，希望大家介意。后来蒙娜丽莎族，对。来 Lisa，这包租婆。因为我看到蒙娜丽莎头一个代志是讲，因为伊是穿黑色的，黑色的头章，但是白巧克力是白色的。因为我们讲白巧克力，所以等于蒙娜丽莎直接变成白美人。白娜丽莎。白娜丽莎。啊，不过阮的发想是讲蒙娜丽莎的秘密。这500几年来，无人知影讲蒙娜丽莎是安怎看到啥，伊会笑。因为蒙娜丽莎伊写了一个白巧克力，shower，white chocolate shower。哦。所以伊笑啊。哦，关注来。我感觉这个画面看到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水，真正水，就是美学最重要的整体性，我感觉袂歹，水。啊，蒙娜丽莎微笑的秘密，我感觉嘛讲了真清楚，我感觉恁一定会使来广告公司提啊。嘿，我感觉真正足够，因为做好最重要的，来提案嘛足重要。嘿，家己做的物件卖出去。对。嘿，这就是做广告最重要的代志，厉害。我感觉规个气氛的营造就是加白巧克力，规个氛围。对，就是白色。白色的，就smooth，我感觉袂歹。沐浴在白巧克力，这辅助，蒙娜丽莎微笑，少女的珍珠，厉害，直接高，来，起码刷来，是这浓情巧克力族，嘿，咱浓情巧克力族，我的口白，咱这幅画叫做戴着珍珠耳环的女孩，啊，咱看伊的目型是较妩媚迄种感觉，啊，我是想讲吼，若是要甲巧克力融入到这
这画图内底上简单的方法就是互咱的妈都甲食落。咱的这 slogan 就用浓情巧克力我的口白安尼方式去讲打动人心。也毋过拄则是较可惜的是，因为咱咧做这图的时阵是较缓慢啦，所以尾后阮袂记你甲迄 logo 跟起哩。不，因为时间无够。嘿，迄一开始咱咧要翕相的时阵，迄包装就去人掠掉。对啦。看伊的耳环甲伊的目睭，哇！甲商品食口掉。白就是口里面白巧克力。哦，哎，关注。我看到的吼，第一个问题，因为这幅图的完整性嘛足悬，cost 了袂歹，而且甲我咧讨论，其实我感觉 idea 最好的是伊甲迄落巧克力直接变做迄脆气，所以食甲你会笑出来。但是我感觉小可较可惜的是，你看这浓情巧克力，然后这句台语要哪念？我的靠背啊！哦，我看懂。哦，咱咧想的时阵，不管国语、台语拢爱想哦。我念浓情巧克力，我的靠，会去人去说。啊，若是甲你讲我太口白咧，我想也可以的。但是囡仔讲要食巧克力，讲爸爸要食靠背就安尼。OK，连讲来使，我想讲嘛，但是画面来讲，我感觉袂舒畅，拢袂歹。搁一个下试一个，就是上重要，甲我讲着，无咱上品的角色。唔知要卖啥物，这最重要的食掉啊，会使讲叫一个。对。大家表现真的很好，因为30分钟，时间真短。咱 layout 图像、创意还有 slogan 都非常好，给大家自己给一个鼓励。是。我是感觉这关足好耍的，因为我感觉我敢若足有画面的，我画面足紧，但是我的文字较无遮紧，所以我就想讲，伊佩姐伊应该对于文字较有感觉，所以我予伊一个画面了，伊就甲我讲，因为我的画面予伊有伊题字的想法，所以阮两个就配合了足袂歹的。因为阮是想要用白巧克力嘛，用做一个球啊，所以我就讲，你有法度在手机安尼 P 图嘛？有，我讲你会使甲迄巧克力变做球嘛？会使。我想讲会使甲我的人去背搭喺迄个画顶管嘛？伊讲会使，无问题，我随用，然后就一直用，我讲哇，足厉害。其实一开始我听到我甲伊一组，我是有淡薄仔紧张，因为我感觉讲，阮两个人的组合，敢若拢是较温和迄种的感觉，所以咱咧发想的时阵，敢会去碰壁。咱老实讲算上粗的啦，算较粗啦，因为咱两个嘛无啥会晓用迄手机绘图是安那，咱就是用咱的方法安尼破的，好耍好笑的感觉，我嘛是真介意。哦，经过这摆的考验，大家表现阁真正有互我感觉赞叹。看起来，大家离专业的广告人阁向前一大步咯，袂歹。但是刷落来的挑战，就要直接行入人群。恁是不是会看你上现实又阁上残忍的人生考验呢？来，加喜咱新的关，大家先站这边来，任务提示哦，来站一排哦，来，看吧，哦，记住嘞，来，大家，这是我们的关主。马上我们要进入到决定成败的一个关键环节，就是行销和业务沟通能力的实习。沟通能力。那沟通能力这件事情呢，就像是我们会去说服我们的客户，相信我提出来的创意可以帮助他创造更好的价值。但是呢，行销能力就决定了你能够把这个商品创造出多高的价值。原来如此哦。
但是咱即马在这个夜市啊，大家是不是比较在乎咱臭豆腐一份偌济？我们准备了3个很适合你们在夜市里头贩卖的东西。对，你们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。透过使用桌上的工具，把它变成文创的商品。整个的游戏的目标值就是要把你们做的这个商品，用500元或更高的价钱卖出去。哇，今嘛500块，你来夜市啊，一个鸡排60块尔，你居然开500块？500块，我这夜市啊500块，你要食真济。是毋是？就甲恁讲，这关点石成金无遐尼简单哦。同款分做2个人一组。将我准备的台湾上在地商品，予伊的价值提悬到另外一个境界。只要成功以500块的价销甲推销出去，就算过关。计时30分钟开始。没多久。商品是啥？都可以，各任选一个，这有3种，都可以开，都可以开。菜龟婆卖500块以上，它可以加值。另外一个嘞，第3个是什么？这边美国500块。阿公的那个吊嘎内衣啊，吊嘎。好，第3个是啥？吊嘎。这美国500块是吗？蓝白拖，免做啊。加值。500块呢？我进前有一条歌有做蓝白拖呢。随便做蓝白拖。安尼可能我有附加价值，我还签名，安尼袂使。敢若这款较好卖，500块呢？你会500块。我会使画 T 恤。哦，你画 T 恤，画 T 恤。公告 start A T 恤。公告 start。不能2行500。像血价竞争的那种。只有一种。哦。你感觉这还这？我真的。我是感觉蓝白拖我较有感觉。太有把握。这边卖到500块是爱安那甲装啊？对，我感觉有收可能的。会使我感环保意识嘛是一种情绪勒索的方法。我感觉你若无买，你就无环保。我今日3组应该拢卖袂出去。画转。这你无 idea， 这你嘛无对无？好，那呢？这是会使用这画哦。你喜欢画画吗？我拢画比较非主流。哦。好，我知影，我来创作，你来写板板，就是你想文案，然后我来粘这个。好，我想。好。你想一个主题，还是字？你想一个字，我会使画图啦。你写，阮写一个 slogan 安尼。哦，祝福大家，请今年的大发财，好。发财，龙年大发财，这种龙年大发财。你拢选啥？我唔知，我无想要考虑因到底选啥，我头已经出甜的。其实我搁咧想菜龟布的代志，要无要菜，要不我换菜龟布。菜龟布有可能较好装嘛，若是歪画、歪用画。对，因为菜龟布较好变化。要不过这菜龟布可能嘛，装落嘛袂当用。伊若是拢加一块一块，一块一块，啊，这是一个包装，敢若是夜市外带迄种鸡排感觉。一个包装纸内底缀一个鸡排，啊，咱会使分6等份。对不？会使一礼拜换一个，一礼拜换一个，循环循序渐进安尼使用。所以做一个落较合意。对。可爱吗？我是感觉会使把它分成，看一下。还是3等份就好。咱找3项夜市啊上最常出现的东西。好。譬如讲鸡排、蒸奶、大肠包小肠。蒸奶？蒸奶面那样？对，我想先凊彩想嘛。好。快递鸡排一定爱，因为鸡排我感觉足有的。所以咱来切3顿。咱先做鸡排。好。
我哪会遮巧？咱哪会遮巧啦？哎呦！紧来，有时间应该吹20分呢。是不是拢用红色？弄红色的啊。完了，是会使。好，安尼我这支就安尼。我搁想到啊，臭豆腐。臭豆腐会使，臭豆腐，搞咧差不多3。臭豆腐安尼分3块，啊一支来厝落，最好创的。啊一支有迄一。敢若拢爱红色的。对，一支，咱一个用臭豆腐。好。这里真歹写。就拍下来。OK， 啊，这球要出来，出来。水，台湾 style 的。OK。好，时间到。我感觉阮要去找一个点。嘿，有要买东西吗？你们好。其实你讲你这一组卖3900，我拢袂敢足贵，因为你知影这是，因为这是一个意念，你知无？我买这组等于我才做这侪代志，重点是互女朋友欢喜，讲互爸爸妈妈阿嬷嘛欢喜，对无？足好用的哦，真正。知影即摆爱心笔会晓讲到安尼呢？这爱心笔啦！什么爱心笔？阮这是真正台湾 No.1。为了你就会发大财，发大财！有没有人有兴趣？龙年要发大财的。这个是我贴的全钻的拖鞋。谢谢。500块，只有1领哦。讲到有1领哦。我有咧比赛哦。而且我们2个很常主持很厉害的尾牙，我们都摸过很多大老板的手。爸爸妈妈给他蒙起来。所以学费他自己赚，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哦，只有1件。啊弟弟嘞？拿钱。谢谢。我们等你啊，弟弟。你非常有眼光。一佩爱你，雨生也爱你哦。前途似锦。 500。其实我真想要买，我想要用敢若3000块买起来。哦，台湾3000，有点价值，阳哥，嘿，我不炸钱。安尼你无早，你装小的，你这男朋友小紧者，我拢会加料的，无炸钱哦，这个男朋友无炸钱，赶快吵起来做食饭。你喜欢 Apple Pay 哦？真的吗？真的无炸？我有10块。 10块，妈妈10块啦，10块安尼无够400够啦，无钱无法度啦。我想你这遮尔好，一定有人爱买的。对啊，我炸钱，我真是足艰苦的，无使你去领钱啊，阮伫遐等你。好啦，你无钱，无要紧，你有支持咱就会使。好啦，谢谢。好啦，做你会当买出去啦。足紧的哦，你说你无买就可惜。这真正袂歹啦，真正袂歹，真正爱买啊，无买可惜。哎，无炸钱的男朋友。好了，拜拜。开玩笑的。 真的拿钱来了，我爱你。 500块。清楚是小弟弟，你几岁？真的拿钱来了。可以找钱。可以找钱。12岁。那你喜欢这件衣服的哪一个地方？最喜欢哪里？手工的。哎，handmade 的。发。还有我们俩签名哦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你，新年快乐。 采访一下好不好？我们可以跟你照一张相吗？我们一起来拍照。来，1、2、3。
我们在卖一双文创的拖鞋，它呢是我们刚刚手做的，有金曲歌王6王，还有我签名以及手做的拖鞋，有没有兴趣？有吗？没兴趣？对，我们在闯关。哦，你们收了吗？收out 了。哎呦，第一名有加分。收 out 了。哎，弟弟呗。你几岁？12岁。然后你刚刚在看我跟雨珊在那边叫卖的时候，你们这个 T 恤，你为什么会想买？没有，就是因为你们这边做的感觉很辛苦。你刚好看到我们在做，你刚好经过这边。哦，真的，你们的辛劳你都看到了。你好，你想要讲机器不？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台语。哦，你不要台语哦。不然我们用华语也可以，用华语也可以。我们这期我们刚刚做了一个文创商品，然后我们是用台湾的这个菜龟粿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菜龟粿，然后我们结合这个宁夏夜市的一些夜市的特产，然后我们做成就是可以每天去洗的一个好的商品。对，它其实是菜瓜布哦，它是以前是那个丝瓜走，对，丝瓜烘干走哎，所以这期就代表台湾呢，代表台湾的一个感觉。它是文创的哦，手做的，还有我们的签名哦。但是如果你买的话，爱送点息哦。而且还可以上电视，是公视这个有质感的电视，要吗？有兴趣吗？你要穿点不要了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之后新节目可以看一下，谢谢。这组其实3000块免，这一组其实不用3000块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说，1000块嘛免，1000块也不用，500就好，500就好，500就好，500可以吧？对哦，拜托，来，500而已哦。哎，你们拎味道来，拎味道来。我们有业绩压力，我们要快过去。你们是哪边来的？收到。香港。Very nice to meet you。为什么说到香港人，你会大香港啊，香港，你好，我们是台湾的节目啊。有观看。对，谢謝，多謝，歡迎來台灣。那你願意來支持？願意跟我們兩個靚仔，多謝啊！沒有想到最後是香港人支持我們呢。難得一身龜苓膏，何必拼龜苓膏？龜苓膏好味，菠蘿油好味啊！多謝。那你可以跟我們一起去那個我們的那邊叫什麼？哦，我們去我們的結賬台。謝謝，多謝，一起過去。來，真的，我們真的是有自由想法的國度。對，多謝的，謝謝你們，好開心哦。好看呢，超適合他。轉一圈，哇，挺適合他的。來，第2組成功。你们买的话要上电视哦。有上电视可以吗？我们正在拍，很漂亮。姐今天这么漂亮，我每天都很漂亮。何止每天，你永远都漂亮，直接冻龄了。为什么一定要500呢？因为我想要送给我香港朋友，你应该便宜一点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所在。因为有些东西它的价值不是你眼睛里面看到的，因为这双拖鞋会陪伴你们。你们买的话要上电视哦。有上电视可以吗？我们正在拍，很漂亮。姐今天这么漂亮，我每天都很漂亮。何止每天，你永远都漂亮，直接冻龄了。为什么一定要500呢？因为我想要送给我香港朋友，你应该便宜一点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所在。因为有些东西它的价值不是你眼睛里面看到的，因为这双拖鞋会陪伴你们。还是你现在试穿看看？来试穿看看，脚如果大小 OK， 对不对？直接试穿看看。不要去英国，而且这是我贴的哦，我贴的钻。来，直接试穿看看。穿了就要买吗？哦，没有。先试啊，你先试，看愿不愿意。来买。哦，谢谢大姐。哎，找钱。欢迎龙年所有财运龙好利，来健康、喜乐、平安，一切顺遂，没烦恼，幸福永远。耶！公视台语台。视网膜。这组也成功了，然后回去收好，来，公迎登来啊，没有，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收到。
哦，关注又有收到的。来巴蒂网模组收到了哈，收到了，多谢咱香港的好朋友，香港的好朋友，访问一下，我手工做的哦。你为什么会想要买？是不是因为他的创意还是什么？还是人帅？有蛮帅，对，哦，有蛮帅，有蛮帅是龙宅的意思。哦，龙宅啊，龙宅。哎，我们大楼，但是阮一开始无想要用龙宅的新路，这无法度。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要卖颜值的，但是真的没办法。谢谢 ，Thank you， 所以你本来不认识他们。其实我偷偷 follow 开，但是我可以没关系，我假装一个不认识的人。对，今天没有 follow。还是香港来的。哦，香港来的，香港来的。为了文创啊。就为了文创啊。创意为了台湾。谢谢。为了台湾的这些特色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一组我们要宣布成功。耶！谢谢，真的非常谢谢。来，登来啦！哦，回来，哎，收号牌，赶快插起来。关注。登来呀！哦，咱插一个香港的朋友来。哦，这是香港的朋友。哦，来，请稍微访问一下，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？就支持一下。支持谁？而且帮他付钱的是你的妈妈的朋友。对。他说想要我把这带回香港。哦，一定要给香港朋友一个 impressive 的。所以你本来认识我们董仔跟6王吗？有看哦，不是因为他们两个美跟帅才买的，是因为产品吗？也帅啊。也帅。感谢你。有互阮感动到啦，因为阮伫遐互行来行去，啊，因就讲，哎呀，你咧卖啥物物件？啊，我就摕过去，甲伊介绍安尼。哦，主动哎，全世界 only one， 刚才这箱啊 MIT。好，那我们要宣布这一组成功，耶！谢谢。看会出这个关卡，大家拢真尽力啊。虽然加减也是食一点仔明星的名气，但是最后达组有关是成功甲卖出去，不得不好好甲恁学乐一下。迄看起来是我看鸟的无点，只是恁抓准考验就安尼结束心，也袂咧啦。接下来，恭喜大家，就最后一个挑战，我们会分2组，好，然后还有明天，差一点，都可以捆哦，丢，好，我们要拍一支30秒广告，哈，里面要有创意，但是有另外一个东西要符合，就是要有经典广告精髓。无毋对，台湾过去创作了袂少互人印象真深的经典广告，所以我嘛希望恁向经典致敬。一摆分做3个人一组，利用我提供互恁的商品拍一支广告，而且爱融入一个经典广告的精髓伫内底，就互我来看卖，大家是安怎超越经典吧。我们先来分组好了，分组哦，已经被分好了。董仔拢讲分好啊，来，视网膜加董仔加雨山，哦，有默契，刚好，没有作弊，真的 ，boss 分的。那现在来抽这个商品吗？商品。哎呦，猜拳，看谁先选。可以拿来剪刀石头布。哦，很紧哦，因为2玩都会算，男左女右还要选右。来，这边有一个任务袋。对，里面会有一些 support 的东西，譬如说，可以。再开啊！开门。请看。开瓶器。哦，这就是尿杯啊！这开瓶器蛮经过我日本的家伙。对，这个是。而且这是双用哦，有这个有这。对，你们可以自己把它取一个品牌，因为你可能产品要一个品牌，或是你就品牌就叫 Stado， 就也可以。
人想唱一个什么？因为你是阮的兄弟。啊，福气啦。但是福气啦是酒。但是阮爱广告这。福气啦。好贵啦！敢若袂歹哦，会使吧？哇福气啦！干杯！好开啦，都好开啦，好。好开啦。这个袂歹。咱来妇科迄哦，查甫人千万袂通剩一支手。这好呢，这好呢。我无剩一支手，我有剩一支手。我有剩一支手啦，用剩的，剩过去。剩一支手。这好呢，这袂歹哦。这支手会当做足侪代志。阮摕迄个物件，就是大家拢知影讲，伊都是摕来料酒的。迄个不求人的料杯啊，拢是长辈伫咧用的。我第一个想法是想要改伊迄年轻化。安尼我 bartender 吗？恁两个情侣？情侣。对，是要讲夫妻的。嘿，我拄则要讲夫妻。会使安尼哦。夫出来夫。情侣安尼。咱来去恁的店内底啉酒。对。咱的场景应该得选这个吧？嘿。室外应该用袂着。我给我存一个手，然后我给我存一个手。这个进入他幻想的这种画面，这个做足侪代志，变身教授安尼，讲这，个做啥物足侪代志，个上尾啊，就是了尾啊是啊。开你会使啵啵啵安尼，足侪画面。用跳剪的，跳剪安尼开罐头安尼。了，阮就做伙唱，因为你是我的兄弟。好开啦，好开啦，开啦安尼。讲一个。阿伯敢有需要帮因准备一寡足阿伯的衫，那种 polo 衫啊，吊嘎象棋，啥，混色。象棋安那爱买？阿伯有可能现场找，较少。无就咱爱请两个灵演来演阿伯，佮买吊架。工作人员吧。看因应该就忝的，不是这样子。所有的酒2000块，罐头加煮衣服，我们也1000块以内搞定。罐头袂遐贵啦，你迄水蜜桃。要给他 NG 呢？较大罐哦，伊要离开嘛，对不对？其他遐剩来的钱是啥？我假发呢？假发不是啊，5000啊，预算5000啊，伊也无讲做伙去你去食先下午茶。对，不是，因为伊也无讲。要不然爱开完。对，爱卡无嘛。伊的目的是30秒啊。我就会省钱的。对吧？哇，咱开2000，存3000，一人分7000。哦。来，给你饭，给你饭。说好了。好。没有。来，你来，加死就多。来，好。酒真重的。我感觉吼，昨天算顺利啦，因为假发嘛煮到了，我酒嘛买着啊。嘿，我甲阿妈借衫嘛借着啊。拢有啊。我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，阮开钱足少的。对。开偌济？1000以内。1000块。对啊，我假发才200咧。这剩4000。够4000。这物件我们会使叫伊，基本上叫伊不熟人嘛。伊配讲大丈夫。因为阮的 ending 的 slogan 已经想好啊，查甫人唔通剩一支喙，大丈夫为你剩一支手。我是讲吼，因为你咧画嘛，你拿画，我边仔拿写，好，就是我们可以2个。你甲我讲，对，我写了，你再复制去，好，然后磨，你对音乐怎么样？我会当找一下背景音乐。好。看完全部这个决定安尼。好，你好。哎。你来面试阿伯？对。你要来面试阿伯？对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但是我这衫互你穿，就像阿伯啊。
敢若淡薄仔少年吼。无，我阿伯是伫咧公园下象棋迄种阿伯。我嘛会晓。你会晓？会。啊，你会晓练小话无？练小话哦，淡薄啊。淡薄练小话。对。袂歹。我吼。没事。有尴尬呢。对哦，这是我的啊。对啊。那今天衫敢你穿哪一个款？对啊，你看多好。啊，不你咋等你的？情况吗？情况吗？今晚吗？今晚是稍微套一下。套姐。哦。哦。这地姐无啊，安那无。地姐无啊，泡茶拄啊好。比如罗浮宫。罗浮宫对，无啊。你会使讲一句你较笑着的话无？较笑着的话。比如讲你较早做兵，有一寡查甫人会做兵嘛，你会使讲一寡做兵的话。我无做过兵。对，我知。爱揣摩，一个演员，你虽然讲无做过线，但是你也会对。演员啥物角色都会当演啊。对啊。我做兵的时阵，一个人对付10个人。哇，1打10。对。哦。就被打到地上去了。哎呦 ，real， 有剩一支喙感觉哦。有哦。有哦。一个人拍10个。对。还不错。介意吗？介意，我介意你。我叫因转去啊。看完，厉害呢！哎，你演都是这么积极吗？就积极的呢。啊，我们以前应征的时候怎么都没有那么积极。他说我们家后面有回去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沙包烫哦，我等下我搁烫嘞。好。无你烫我后一个穿哈。小米威，哎呦，就明确的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你叫啥物名？我叫阿昭。阿超。因为阮这广告是讲吼，查甫人唔通剩一支嘴，啊，你会使剩一支嘴，讲一句你做兵的丰功伟业。比如说你较早安尼拍炮拢免用目睭，闭着眼睛拢会使安尼。拍炮免用目睭。对，打靶嘛。拍迄枪安尼免用目睭，拍枪。拍枪。你是讲的？拍枪啊，安尼啊，砰啊，打靶。因为我袂晓讲打靶。哦，来试看嘛，啊，你穿这合白衫。爱用态度，用出。你看我一直都怪怪。怕打那个啊？是讲拍枪吗？不是吧？无要讲啥？无恁做兵讲台语讲标靶咯。拍靶。打靶。拍靶。系啊，吼。拍靶。啊，两位遮看出去，啊，拄好恁两个行。看了阮两个行对吧？安尼就成绩的，咱再行。啊是你安尼，我安尼往镜头推，我拄入去了，啊，恁拄入来。嘿，我拄入来嘿。好，安尼你画我写。请你，收起来。哎，就这么点哦。哎，阿超心机很深哎。对啊，你刚瘦哎。你刚瘦起来，把红包起来，我去抢。我来抢。哎，对啊，是你啊。这边 N 了吧？这不是那输 K 吗？对不对？哎，都你啊！哎，后边输进去。对啊，就是你啊。请问安怎称呼？阿玲，阿玲，林哥，这种啊，我只要烟酒赏，烟酒赏，少年英雄。你声袂歹。阿玲，今年几岁40的。我有红包。58了。58哦，50岁啊。阿玲肯定蛮免话啥。对啊，阿玲很专业。阿玲是专业演员哦。阿玲会使讲一个你咧做兵的时阵上厉害。因为咱这个主题是查甫人唔通剩一支嘴。迄种查甫人是嘴足厉害的，啊，事实上无遮厉害。就甲我讲。就甲我讲的，就要讲的迄种。这种我就口味较行。啊，恁都爱剩一支嘴。好像有点慢。你说刚刚前面那个前就在刚刚第一个那个。对，迄个较好。第一个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啊，阮唱看卖，因为你是我的助理。因为你是我的助理，
敢若较好，较好食。好。哎，就这条好。就这条。好。Cloud10。我主要是较实际，我讲的是讲较实际就对啊。无要紧，伊设计台词互你念。你讲你较早做兵走6千，完全拢袂喘，这种。这是无啥可能啦。这是阮的台词啦，我设计。台词。哦，透早走6千公尺，拢袂喘。用较笑着，就甲我较早做兵哦。人咧训练走3千，喘到要死。我走6千，完全袂喘。拢袂咧，我走6千拢无咧喘气。拢无咧喘气。那你袂死啊？也袂喘啊，袂喘。无你有讲你为病哦，游干妈做？我不要游，我。较笑，也袂受故意。太老实啦，袂晓讲白菜。无你试一寡较短的台词。你较长，你较长，你就是想讲，毋是要讲30分钟迄种，就都足短。你试讲啊，迄也无啥，你试看卖安尼。吼，迄也无啥。有一个情绪安尼，就是讲，足笑着安尼，迄也无啥，我比你较敖，安尼你就讲安尼看卖。迄也无啥，迄凉凉来就 OK 啊。哇，有够笑的，有够笑的，我敢会使呢，对啊，应该就是你啊。你好。哦，你好。你好。这也无写，我有伫咧前面啪啪啪。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知影。谢谢。谢谢。而且啥物事？爱老来哦。我出去很灵。你豆豆来，阮全部人等你。你有自编啦，阮讨论者。我感觉就是3号啦，3号应该较准。你够假。啊，你生气？多谢啊，讲快回来，你很假。拍谁哦？尊重，我们是专业广告公司。是的。都是3号啊。阿伯啊，是爱真的阿伯啊，对啦，因为这种根本就是免演，这算讲本色演员。但是我感觉讲，若是阿伯的台词无讲到遮好嘛，无要紧，有一个 image 就好。想袂到，无工组的准备工课拢无共款，迄大家看起来有条有段咧进行中，只是佫无到8点钟就要成果发表啊！因敢真正会使顺利完成广告？要去摄影棚啊！嘿，咱要来去拍广告。嘿，小等先去看景一下。哎，到了。哇，下雨。佩叔也来过这里。哦，我有来过一家。时间这个拄好呢。唔是啊。搭电梯哦。我会使做伙搭无？会使做伙搭啊，奇怪。嘿啊。哎呦，来看一个，这这大诶。白袍。哦，你是这个吗？对，阮是这个外景。你是外景哦。啊，阮敢若迄个乌迄个对吧？乌迄个嘿。多谢这个。嘿，咱对面记。巴黎。哇，1秒来到欧洲啦！哇！袂歹呢。阿伯使亏了嘛？阿伯使安尼啊？系啊。啊，一个坐喺遮，啊，一个坐喺遐，安尼开讲。永度日月潭嘛。啊，摄影机加哟。对，摄影机加。安尼就遮啦。这边好啊。哦，就这边啊，阮甲道具先搬来，了后阮换衫了后，阮就想一下分镜的顺序。好。这是要哪是？伊这是按键的。你迄啊？按键迄袂当转。袂使，伊是用气。我若是用转，若是用转，就白烂。来。这对这边刷过一次。嘿，哦，就这好，这甲动漫。这我的衫就对。这是动漫呢。看一下这衫内底有2束啦吼，看你要倒一束。哎呦。安尼。倒一个较3版。这是毛的。哦。有无？有。啊，配这背心。这是裤晓。无，迄嘛是衫。这嘛是衫。配背心。动漫衫就素颜呢。配背心。动漫衫就素颜呢。配背心。关电话。关电话。
大丈夫，然后就出来。对啦，大丈夫超人出来时阵，拢爱讲。就是爱讲大丈夫，因为迄点就是大丈夫啊。大丈夫。来电话。大丈夫。对啊，主题弄出来哈。会使，安尼有画面。你要讲欢迎光临啊！欢迎光临，请问2位吗？2位啊。好，安尼小等阮是甲静怡大哥合作，刚我们怎么称呼你啊？回韵哥，好。好啦，我们有请到我们的专业摄影师了，我们大概跟他沟通一下。翔，嘉祥，嘉行。雄，老师，叫加什么会？加雄啊，好，欢迎加雄。熊诶，好。1、2、3。不要回来好。上那边按那亮相就推了。5、4、3、2。相公查甫人，敢若剩一支嘴，咱搁剩一支手。咔，等一下哦，这个。我想要往外，对，就是那个产品这样往外。好。技能。好，什么几点？要不然呢，差不多要10秒啊。对，我会使。加会好。可以速度会使紧，慢快慢安尼。好。我跟你说，改成你导就好了，我不要出意见，然后全用你的想法。我刚刚接人的课。对，然后我觉得要刚刚那个 OK 吗？我再次，我的脸不好，我想要较悬的。好，嘿，我拄只迄面帮我勾结，面帮我勾结。水，好，帮你顾漂亮安尼。拔高。安尼镜头是为家一个。无啊，你爱有一个就想要试电话，啊，毋过无手。伊都会出来啊！哦，甲 N J 就对。对，迄个表演。你要想要看？哎，对。毋过迄个表情爱小控制一下。表情爱控制一下。啊，然后你就歹试电话，我就大丈夫。哦，你爱哭就假哦。就假安尼。袂，你的头会露出来哦。无假，无可能吧？安尼我不要去。你就用这。安尼 OK。来哦，好紧张。好，1、2、3，再一次，1、2、3，过几个，1、2、3，再一次，1、2、3。不联系，真快。啊！你这拢是淡的。安尼我的动作是安那？你就是看咯。啊。对，太远。大丈夫。准好了。我的屁看的。你手不能伸太长，你要真的用不到。好，那你拍绿 key， 我去帮他换衣服。换衫。OK。好，来。今麦3点。沙底加。沙底加。这特写。好不？会使呢，较保重呢阿妈。技术会使呢，会使遐。会使。啊，毋过你的目镜要甲落来啊。看落来。嘿，好，来，加。这好，动作较紧的，无时间啦。太入戏了。就差个呢。加阿霞娜，加啦阿霞娜，要很有气势。象棋怎么玩？你就讲将军安尼。将军呐，
将军啥啦？将军。没有了，这不合理啦，你就让阿飞下就好。哇，对不起，我不会下棋。将军。哦，这样会被吃你会掉啊下棋耶，想。我都忘光了。不是，这样会被吃掉啊。你们不要真的在下。我记啊。开这开，特写。这是安尼用哈。嘿嘿嘿，对。啊？反了，反了。哦，对对，扣住安尼。这样子它才。要先往下戳个洞。嗯。哦，今摆我要家己看真假吧，真假。老师班呢，请好你。威力老师好。因为阮请老师翕高格的慢动作安尼，但是我画面的感觉是紧慢安尼。有一个用迄种节奏。哦，好，阮今仔1点半前是用你的节奏。安尼，阮伫后壁开讲，啊，你差不多了后，阮还是收场。我都袂使无讲话。这嘛真歹做。啊无，阮唱歌互你听。啊，是唔免啊。哦，所以阮即马拢卖讲话，卖看，啊，咱要去倒。你要走嘛？还是啊？拄则迄钱有剩啊？啦，我们来算钱啦。要叫饮料无？来。只卡，啊，就放迄泡的迄画面。好，泡落啊就接伊讲。收水500公尺拢唔免换皮。嘿，啊，你帮我接伊。有。你哪有啥？哎呀，阿伯要回钱啊！真正爱回钱啊！你哪有啥？我那收水去骗我食早顿。即摆有3个人的。拢用。哎，你想要用都是人的。我三个拢想要用啊，先互我摆看卖。来，甲恁报告一下，阮即马阁有剩3830块。哇，我会使食尸体啊！来看即马的感觉。哇！来。啊，阮即个画面。先拄食迄个，才来特写。回酒特写。嘿，开，啵安尼，才较暗的。才较暗的。哦，阮就剩绿气加 slogan，啊，搁因为调色，搁调色，4项代志。袂歹笑，其实就好笑。好笑。哎，剪接有球呢，成功。对啊，伊笑嗨嗨啊。即马结婚30杯。来，路上。 39。3杯。不要紧，咱即马就是。即马是结婚30个。无要紧，阮即马会加塑料，咱会卡这，足紧的。即等下，剩去手后壁了，搁有一寡表演，我想要。阮后壁戏足济。对啊，戏足济。无啦，阮无戏，戏足济，表演足济。嘿啊，嘿。 是啊，46秒。爱摕一段掉。恁感觉倒一段摕掉？袂歹。哎，有无？30秒。30秒。 OK，よし。我就录这个。
辛苦啊！对哟，嘉龙是专业广告人裁判哦。哇，这多人哦！哇，录音这多人哦！好，你好，哦，要求我。哦，你这安尼行过是有几个人？差不多7个人。喂，7个人。啊，关门嘞！啊，关门的，咱要咱共翕。免烦恼啦，好啦。对啦，咱的作品就好个啦。是真正就好，我是蛮有兴趣的。啊，然后开始嘛，因为要报告啊嘛，要互遮的评审老师看阮加了好无。咧坐咧外面的时阵，敢若是真正要去面试呢，有足紧张的感觉。啊，我家己佫开始敢若咧流唱歌，啊，我嘛毋知紧张啥。有卡呢。哦，阮这组是，加油，莫紧张，莫紧张。我会当看，对啊。唔知。门。爱关门无？关。哎，现在袂当关门。我准备看伊呢。各位老师好，我是雨珊，我是东啊，我是视网膜。好。说明你的力量，啊哥，你想要传达的意思。好，对，我 OK。好，我先来介绍，阮这组呢，抽到的是这个罐头开啊。因为罐头开啊，伊其实有2个功能，所以阮小等会家己翕伫咧阮的影片内面。啊，阮的沟通对象是较少年的人，啊，希望拢用咱的这个广告内底的情境去带出可能聚餐的时阵，也是啉酒的时阵，会去想到这个罐头开啊，啊，伫咧因后摆的生活当中，若是有需要安尼的物件，会当去透过这个广告，互因伫咧买这个物件的时阵，要搜寻的时阵，会当优先去考虑咱的这个产品。嘿。其实我敢若袂敢就紧张，我对咱的物件我就有自信。我完全袂紧张的。对啊。我感觉就好笑。剪接师甲摄影师拢有笑，安尼就对啊。先看影片。好。谢谢。喜欢专家利用他们自己本身的触鼻的性质，他们在网络上，他们把就是很活泼的一群人，其实就更夸张的去演他，也许这个东西的记忆度可能会更加高。A 组的广告成品虽然阁有真侪会使加强的所在，但有缘互我甲现场的评审学落甲会答字啦，细节处理甲真有路。其中广告字体的设计、分镜图，拢互大家对专中美术的雨伞留落非常深的印象。刷落来轮到 B 组啊，唔知影因的广告是毋是会使变精彩呢？各位专业的老师恁好，阮即届产品是这，即个合作大家拢定看的吼。不求人。对，这台语合作廖白啊，其实廖白啊，一般来看，伊是足常见的，嘛是足侪老大人会用的。但是阮感觉，阮想要把这个物件好好推广出去，想要互不管是老人、少年人、年轻人，偶尔落餐具足水的查某嘛会使用，所以阮用一个较趣味的方式。淡薄日式，佮淡薄全联先生的感觉。在原本做廖白啊，但是阮宜配感觉这会使叫另外一种名。因为台酒部的中文的汉字写法是大丈夫，
都是查甫人。啊，阮向一个广告来致敬，就是查甫人千万唔通剩一支喙，这是爱好好的广告，大家拢知。鸟头牌爱好好的广告，查甫人千万唔通剩一支喙。啊，若是查甫人无想要剩一支喙，爱有一支，啊，就剩一支手，剩为剩下的剩，并做剩出来。剩一支手。啊，阮算足侪谐音梗伫内底。对，所以有谐音梗，佮有足趣味的元素。希望老师会使看咱的作品安尼。较早吼收水500公尺拢唔免换。你哪有啥？我拢收水去骗我食早餐。我较早上水吼，拢免用手的。哦，这款妹妹吼，我较早一个人拍10个啦。查某人千万唔通剩一支喙。小等一下。谁讲查甫人敢若剩一支喙？来，搁剩一支手。大丈夫。大丈夫。大丈夫。查甫人唔通剩一支喙，大丈夫，为你剩一支手。哦，坐下。谢谢。谢谢老师。我感觉咧看的时候，我发现因的节奏感，因有用一寡变奏、一寡加速，其实是增加一寡可看性，所以这是剪接的所在。我感觉伊嘛是有处理了袂歹的细节，啊，搁有一寡分割画面的手法，互你感觉迄画面的丰富度甲加足悬。想袂到评审和比组，嘛是真悬的评价。趣味的内容，互大家一再回味。两组拢表现了，互人料想袂到。确实，互评审是难分难舍，合尽了思考。哇，内面安尼讨论甲足激烈嘞。没有啦，他们面恶心散。讲是拢安尼讲嘛。可是我们刚播的时候，他们是有笑。因问恁足侪问题吗？无嘛。对，阮问题嘛足少啊。哦，来，两组表现都很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先听听专业评审们对 A 组的好处、坏处，都一些批评指教。另外一个商品，咱的名，咱敢若开罐器这项物件，咱敢无甲诠释甲足清楚，叫啥物？无甲学名。商品无甲足清楚的状况之下，咱都要接受足侪讯息。对。所以唔知影一个看到唔知影咱想要卖是啥物产品，啥物功能。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山画跟进讲脚本，我真的觉得蛮厉害的，就是已经超过我的期待值跟标准。那我觉得其实或许我的建议是，搞不好我可以把产品把它拟人化，比如说跟产品跟这个插画做一个结合，可以趣味版、可爱版，或许在销售上面可以更强烈、更有吸引力。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是一个尝试的方式。哦。那 B 组来评审专家们，我听到时间这么短。阮就问讲，家己敢无法度超越这个趣味，也是有机会嘛，是会使请大家来做伙来上卡本上切入点，我感觉嘛是袂歹的一个合作的方式。我感觉规个感觉起来是真趣味，然后容易去记的，一支卡本一个片。哦，这支广告跟爱红后的关联性很高，我觉得可能大部分还是某一群的男性会买单这样子的广告，所以他应该没办法打入到女性市场。我没有说绝对啦，我觉得可能会有这个风险在。谢谢。哦，现在我们要投票了。有投票环节。好热哦，我好热。妈妈
是迄个。空调在开Oh my god！ 一定爱安尼哦。你不甲一排看就对啊。只是选择。1、2、3。哦。取得多数。这厉害。谢谢老师。谢谢。把这个案子想的较简单，用画面去呈现安尼。啊，不过我发现其实广告要表现的是创意，今仔日阮创意的部分就较少，较老实安尼。其实我伫咧听了遮个老师因的建议了后，我嘛有淡薄去用点醒，就是我伫咧较早，我讲我伫咧大学的时阵去比过比赛嘛。其实阮咧比赛的时阵都有讲过，提案、商业个案、广告行销遮个物件，其实拢有一件代志非常的重要，就是主轴。你的即个提案袂当伤过发散，因为若是伤过发散，你的沟通目的就会无清楚。所以伫咧经过遮个老师的建议时阵，我有去回想到我迄当时要去学到的一寡代志，包含讲咱的口号放2个嘛，咱的 slogan 放2个，所以伫咧沟通的过程当中就会较奇怪。所以我咧听了遮老师因的建议的时阵，我是有感觉嘛心服口服。沮丧当然是会啊，因为我今仔日嘛是就用心的去完成这个任务。但是要说输的心服口服嘛，也不是输，而是觉得我很幸运，又认识到了3个变态天才，他们在6个小时之内做出这个所有长官都呕露到不行的作品，太厉害了！真牛真牛，大家拢学干那底豆油，真正无简单。伫遮宣布，恁拢有够格加入广告 start 一间公司，互我声甲吹落去。等一下在里面哦。咱公司的理念就是为着全台湾遐个有需要帮助的人，有值得宣传的故事，用咱的力量替因大声放送，互搁较侪人会使听到。大家讲好唔好？经过这小连续的考验，我也清楚掌握了大家各方面的战力分布伫倒位。大家拢讲我 boss 上厉害的，就是用人所长。所以经过我的考虑了后，我决定分做2组。A 组有巴蒂、党的李友旺 ，B 组是吴一佩、雨山、视网膜。希望2组人马随队出发，服务乡亲。但是也唔通袂记日。恁2组嘛是竞争的关系，透过恁的成绩甲广告成果，广告 start 公司也会举办最后的表扬大会，期待大家表现。我甲巴蒂甲李友，我其实是有信心的呢，因为有巴蒂伊的 idea 嘛足强嘞，啊李友王伊个有音乐的知识，我对音乐也比较还好，伊若对音乐的那个 sense 高的话，因为所有的影片。音效真的很重要，所以阮有创意、有执行，还有音乐 sense， 哇 ，perfect。我上烦恼的代志就是甲时大人讲话吧，因为我感觉我若是一个人要甲遮时大人沟通，可能会较困难。因为我甲平辈要讲话、要开讲是较简单，若是讲要主动，爱我去甲时大人讲话，我感觉我就要开始好好去设计。我要讲的话题有啥物款的内容，要无我感觉我会词穷。我属于讲，我爱将我的创意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。迄个时阵，我感觉我心内有淡薄感动的，就是阮即几工的辛苦，毋是无彩工，是因为阮后壁有搁较重要的任务要做，阮要甲阮伫遮学的物件。发扬光大，去帮助更较侪需要帮助的人，对。其实我是足欢喜的。无毋对，讲得真好。
您爱去协助无同的产业进行行销甲广告的推广，并且结合地方产业的创新，才是咱上主要的目的。刷落来，阁有真长的路爱行哦。恁嘛拄会到真侪亲近地方的专家，请好好啊，甲因斗相共。大家赶紧出发咯 ！Go go go！